宜蘭關田古蹟頭城鎮13巷對1816年保存到定，在清朝時期呢是對外貿易的巷溝，攏總有13間，即馬是剩2間保存較完整。就這所有權人提出講想要開餐廳的營運計劃，今仔日和宜蘭縣文化局開審查會議。不過另外一位所有權人表示反對，認為餐廳會用到火，對這古蹟的消防安全造成威脅，呼籲古蹟的使用就要尊重文史的主體性。文化局是回應講，目前所有權人也未依法提出一定的計劃，所以這個計劃呢暫時無通過。行佇宜蘭頭城的舊街啊，會當看到這棟典雅的建物，這是宜蘭的關田古蹟頭城鎮13巷，自1816年到今見證地方的開發史。13巷在清朝時期是對外貿易的巷溝，攏總有13間。即馬剩河邊街140號甲142號保存較完整。為着古蹟活化，有所有權人提出要做餐廳的經營計劃，得出來參宜蘭縣文化局開審查會議。不過另外有所有權人有無共意見，呼籲政府要尊重古蹟文史，應當規劃基本用途。餐廳其實用這個明，它不得不用明火啦，講實在。你要全部的人都吃沙西米，這個其實是有困難的啦，所以咱就莫去卡到這個法律啦，盡量把這間厝特有的一個特色給做出來，安是較拄好嘿。部分所有權人康保志認為，古蹟愛整體規劃，應當愛全部所有權人同齊參詳，袂當以產權分割就來決定未來要做啥。那宜蘭縣文化局是回應講，因為兩戶產權分割真清楚，所有權人有權利針對家己的部分提出營運計劃。不過因為也無依法提出營運計劃，所以計劃是暫時無通過。建物跟土地產權，事實上就我們所知是已經很完整的切割成2戶的部分了哈。我尊重另外一戶他對於古蹟的一個期待，還有一個意見陳述的這個部分。那當然，我最好的狀況就是2個產權人能夠達成共識，但我們也依法必須保障這個古蹟它本身的一個完整，還有使用者的安全。文化局表示，若只未來打算要開餐廳，所有權人都要提出營運計劃，就要家己找專家來評估建築結構、消防安全甲無障礙設施等等，嘛要確保古蹟會當維持原貌袂受損。有營運計劃才會當送到文化局審查，文化局嘛會找文資專家來開會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堯、林鐵宏宜蘭報道。